一直觉得阳光是有魔法的，总能召唤起旅人异动的心。趁着这岁月静好，不跑远的小旅行，一日生活圈内的桃园龙潭，意外因为茶蜜得到身心灵的洗涤。老家啊，你点解做嘛解？哦，咧晒茶菜。晒茶菜。做好茶要现场晒过茶咁样上。哦。所以我想吃茶到下行。走过了南唐北茶的流金岁月，茶厂的风华虽然已经褪色，但是茶蜜的香气却依旧在空气里，吸引着我来到龙潭的茶厂。该是时候喝口茶，歇歇脚了。把香浸进之后呢，先闻一下。先闻一下。对，它香会有茶香味道。这茶蜜真的懂熊哎。太好喝了。继续跟我说啦。茶蜜由一种情浓，茶蜜的香气虽然让人眷念，但是也得要知道茶是怎么做成的。榨茶的体验，现在就出发。手手会带起来，做的，做的，带你嘛，你嘛。哇哦，红色的冻浆哎。涂嘞，涂起来，涂起来，唔会闻风规则。带落个，来榨茶啫。哎，榨茶喽。要舒服存落去啊。要食指向下摆，拇指轻点茶，断来轻马刷，错呀，王爷。哎呀，做榨茶粿冇简单啊，因为榨茶粿要左右开工哎，而且啊都要看清楚。榨茶粿可以在阳光里面一块和茶树做日光浴，还真的流汗哎。但我觉得这是都市人难得的享受。希望老板娘等会会认可我摘的茶。茶蜜由一种情雄。茶蜜的余韵温润了味蕾，而那时而高亢、时而婉转的山歌，则是余音绕梁，伴着我往下一站前行。